瓦礫中救出女嬰，餘震不斷。日本九州熊本縣星期四晚發生6.5級強震之後，唔少市民去到避難中心暫避，有居民喺露天停車場等戶外過夜。當局錄得過百次餘震，其中包括多次5級以上嘅強烈餘震，5夜一次，強度仲達到6.4級。熊本城有多處地方倒塌，要即時封閉。地震仲造成至少19間屋倒塌，引發火警，多人被困。救援人員通宵搜救，喺瓦礫堆度救出一個8個月大嘅女嬰，佢並冇受傷。日本防衛省派遣大約400個自衛隊隊員去到觀測到最大震度7嘅億成町救災，又出動戰機收集震災資訊。九州新幹線即日起全線停駛，未知幾時重開。中國駐福岡總領事館表示，暫時冇留學生、中資企業員工等中國公民傷亡情況報告。